各位早晨啊，我係寶瓊組嘅婉兒，我咧就出生喺一個普通嘅家庭。我媽媽咧係一個傳統嘅婦女嚟嘅，佢係大時大節都會拜神，但係我咧就冇跟佢去拜偶像嘅。60、70年代嗰陣時咧，個生活咧就好艱苦，所以我咧好早就出嚟社會做事啦。做咗冇幾耐咧，經朋友介紹咧就認識咗我前夫，跟住咧就結咗婚。婚後咧，我就前夫之間咧，無論喺性格同埋價值觀上咧，都存有好大嘅差異，以致我咧同佢相處咧，就經常咧就發生好大嘅矛盾。因婚姻生活咧唔係咁好，所以咧就我聽人哋講咧，試過去個拜黃大仙求子，希望咧生咗小朋友咧就改善夫婦嘅關係。可惜咧都係事與願違，最終我哋咧就分道揚鑣，即係離咗婚。往後嘅日子咧，我嘅情緒咧就唔係咁好，成日都失眠，同埋好多負面嘅思想，導致我咧精神狀況好差。心裏感激咧，我妹妹咧就留意到我需要，咁啊帶我去睇個精神科醫生。經醫生嘅診斷咧，我就患咗抑鬱症。醫生咧就鼓勵我去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就見多啲人，建立人際嘅關係，咁咧就唔好封閉自己。咁後來咧，我妹妹咧就帶我返千物參加崇拜同埋經歷神營會。喺營會中咧，我先知道耶穌咧為我嘅罪而死同埋犧牲，咁咧我從罪咧就捆綁得到釋放我，使到我咧有新嘅生命同埋自由。我深深咧被主愛嘅感動。後來咧寶玉傳道咧就帶領我決志信耶穌，而且咧我都參加過2次經歷神營會，每次我都好有得着同埋釋放。之後咧我參加咗小組，參加咗寶瓊組個組，跟住咧就寶瓊組咧就帶領同埋組員咧好關懷我。同埋咧，佢哋好包容我啦，接納我啦，咁啊，就讓我咧就係慢慢咧投入呢個小組嘅生活，而且咧佢哋咧就好有耐性咁咧教我聖經同埋道理，幫助我靈修同埋祈禱。感謝神咧差派佢哋喺我信仰路嗰度咧，就帶領我扶持我，讓我經歷神嘅真實同埋祝福。信主之後咧，就拯救釋放咗我啦，使我充滿神嘅平安喜樂。哈利路亞，感謝主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